今仔日开始来注这个第11轮的预防射咯，是来注这个 BNT。台北花圃的注射站，昨甲昨日因为排队的动线无够理想，出现一寡乱象。台北市政府今仔日佫加派到150个工作人员，引导民众排队来注射。不过，刷落来第12轮是佫较大的挑战，要同时来注3剂的疫苗 ，BNT、莫德纳甲 AZ。 就惊佫会造成着混乱。台北市副市长讲有相关的措施，讲按算要互诊所来注莫德纳，互病院来注 BNT， 互这个花圃的注射站来注 AZ， 而且嘛要开放暗时嘛会当来注射，它方便着上班族。 看过人有够多，再去8点外花圃注射站出现真侪人。今日第11轮的 BNT 疫苗开始注，花圃拍算要注14000人，要不进了2天，动线规划了无好，引起不满，敢若有改善啊。BNT 疫苗注射。甲进了2天比较起来，人差真侪，为了避免佫出现大家呢排到有够乱，这个早起甲下晡各注6000多人，加派医护人力150人。 是按照了预约的时间点吗？对，担心说人潮太多的话会太挤。有的民众依照注文的时间来，有的民众惊讲进前2天状况佫发生，透早就来啊。6点半从家里出来，怕说像前天啊，今天算很 OK。有人烦恼注无射，有人烦恼讲无法度注文，免紧张。第11轮 BNT 疫苗佫有加开啊。昨暝8点40分，指挥中心宣布讲，今日早起10点到暗时6点，提供民众注文 BNT， 注的时间是17到21。 对象是13进前完成意愿登记的44岁以上的民众，总共有112000人。另外，对着刷来要注的第12轮疫苗对象较复杂。台北市政府提早做规划，诊所注莫德纳，病院注 BNT， 恢复负责注 AZ， 同时嘛有开暗时注射时间。 我们预计从10月22号开始开放夜间接种，那早上打4小时，下午打4小时，晚上再打3小时。那晚上打3小时，对上班族是会有选择的。 过来疫苗陆续到货，逐礼拜拢有疫苗通注，咱乡亲嘛注意讲，爱记去注文，依照约定的时间到现场去注射，冲关咱的注射率，安尼就使早一天恢复正常的生活。